老細，你每個月科幾多水俾 Facebook 落廣告？好啦，個客半夜2點睇完廣告，衝動消費想買嘢 WhatsApp 你，結果你班伙計放晒工，第二朝10點先覆，個客一早冷卻咗，甚至買咗對手啲嘢啦。你俾埋啲廣告費，因為覆得慢而倒晒落海，你唔肉痛咩？你出1萬幾2萬蚊請個客服或者 marketing， 佢會病，會發脾氣，會去廁所，會覆錯嘢。但我俾你呢套 AI 系統，係一個唔使供 MPF， 唔會放病假，秒速覆客，永遠對客，4萬咁厚嘅超級員工，你仲使乜每個月嘥心機去煩人事問題？我做咗17年幫人網上創業，見證網絡流量轉化嘅興盛。我老實講，依家已經唔係大魚食細魚，係快魚食慢魚。當你同行已經用緊 AI， 半夜3更全自動接單分流，你仲喺度用人手慢慢打字覆客，人哋係用高鐵速度搶你啲客，你仲揸緊單車，你覺得你捱得幾耐？老細，你開公司係想賺錢，享受生活，唔係為咗半夜3更仲要睇住個 WhatsApp 覆客查詢咋。將呢啲重複性嘅低級工作交俾我套系統啦。你真正嘅價值係去打高爾夫球，去傾大生意，去諗公司點發展，瑣碎嘢等 AI 做。